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11，诗篇144篇30安尼讲：上主啊，人算什么？你要遐尼关心，土罪的人算什么？你要遐尼照顾。三甲来祈祷，遐尼关心，佮照顾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能、无所不在、至权至圣的全能上帝。主啊，我用感谢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来称颂学了你的大尊名，因为你的创造伟大，你的作为奥妙，你的旨意是阮所喜爱。主啊，求你，予你的慈爱永无离开阮；求你的信息永远甲阮三角伫地。主啊，感谢你安尼听阮。主啊，阮是卑微佮软正，常常灰心绝望，总是你有缘无放杀阮，你用无尽的疼来疼阮。主啊，人算什么？你要遐尼关心。土罪的人算什么？你要遐尼照顾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